Hello，大家好，同大家分享一份禮物，相信係嚟自咧天父嘅禮物。最近咧開發咗一套嘅軟件，係用通過 AI 嘅工具咧嚟幫助咧更加有效去收集一啲嘅查經嘅資料。事不宜遲，我去分享個畫面咧，讓大家可以睇得到係一個點樣嘅工具。喺畫面嘅裏邊咧，我刻意咧將個字體咧係放大，以至方便大家去使用。你見到啦，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界面，其實使用嘅係非常之簡單啫。只要將你一啲對於查考聖經嘅要求咧輸入去，咁咧佢就會自然咧去收集一啲唔同類型嘅資料。喺當中裏邊咧，一共有100多項嘅聖經查經嘅工具。事不宜遲，不如我先輸入一個嘅要求。當一邊去進行呢個嘅處理嘅時候咧，我一邊再多少少嘅講解。舉個例子啊，或者我哋舉個例子就話去查考羅馬書第5章第1到第2節。我寫深入研讀羅馬書第5章唔好太長啦，1到第2節。如果太長咧，可能嗰個時間需時更加係要多啲嘅。你見到我係只係輸入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嘅指令，但係呢度咧佢就開始就優化我嘅要求啦。你見到我輸入嘅係好簡單，係深入研究咧羅馬書5章1到第2節，跟住咧一經過優化之後咧，佢就提出啦，請對羅馬書第5章1到第2節咧進行深入嘅研究。包括咩咧？包括內容包括啦，對經文上下文理背景包括歷史同埋文學。解釋其中嘅關鍵嘅神學概念，例如咧因信稱義、與神和好，以及藉着基督咧進入恩典。探討呢啲嘅經文對基督徒生活同埋教義嘅實際意義啦，總結呢段經文嘅核心嘅信息。你見到可能我只係一句好簡單嘅一個要求，但係經過優化之後咧，將一啲要查考一啲嘅重點咧去帶出嚟。唔單止咁樣樣，可能一般嘅AI 嘅工具咧，只係一問一答，好簡單嘅回答。但係咧喺我呢套工具嘅裏邊咧，首先回答之前咧，佢會進行一個咧研讀嘅計劃，佢會寫出一個研讀計劃。如果要查考，例如喺呢個例子裏邊查考羅馬書第5章第1到第2節嘅時候，需要有啲咩嘢嘅工具會使用啦，有啲咩嘢嘅步驟係一步一步咧，以至可以做一個咧全面嘅一個嘅查考。啊，例如呢度提到啦，喺嗰個研讀計劃裏邊提到幾樣嘢。一開始咧，第一個步驟當然要提取個經文出嚟啦。第二個步驟就係將上下文理去理解啦。然後第三個步驟咧，就係將啲神學概念、唔同嘅神學概念咧，去做一個咧研究並且咧去查考。跟住咧就喺應用上邊啦，有時咧查經就係可以講好多嘅知識啦，特別係呢度都會提到即係喺呢個嘅應用上邊有啲咩實際嘅意義咧，同埋總結成段嘅經文嘅信息最後出一份嘅報告。可能你會話呢個係唔係一個已經內定一個計劃？其實唔係。呢個計劃咧係每一次當使用者，無論係你啦或者我啦，當我去打呢個嘅輸入呢個要求嘅時候咧，佢就會按照我呢個嘅要求去進行一個咧新嘅計劃出嚟，以至咧喺其後嘅裏邊咧見到一步一步去執行呢個計劃嘅每一步嘅裏邊咧，例如呢度第一步咧，佢會俾一個建議。好啦，咁我就按照你嘅要求對羅馬書去深入研究啦。首先咧，我就要將咧繁體嘅中文聖經咧去抽出嚟先咁樣樣。點解可以抽到呢啲嘅經文出嚟咧？係因為咧我將呢個工具咧去連接咗我哋嘅教會Gospel Church UK 嘅聖經網站Bible.gospelchurch.uk。咁喺當中嘅裏邊，我哋有超過100多項嘅聖經查考嘅工具，包括係經文啦，最簡單嘅經文啦，串珠嘅經文啦，釋經啦，原文嘅資料庫同埋查經嘅資料，
比較聖經嘅對比啦，並且係聖經嘅應許地圖人物各方面好相信係都係較全面嘅一套整全嘅工具。所以唔係當我哋話用 AI 工具嘅時候，唔係淨係用緊叫 AI 去答一啲問題啦，而係有一啲好有質素嘅資料庫喺背後咧去支援呢一個嘅運作咁樣。所以當第一步嘅時候，你見到佢提取咗中文和合本嘅聖經啦，睇下下邊先，喺度回應一，你發覺咧，其實喺每一步裏邊咧，佢話提取中文聖經，跟住咧佢會選取喺嗰百幾項嘅工具嘅裏邊咧，選取合用嘅工具，然之後咧就進行執行呢個嘅工具以至抽出咗經文出嚟。羅馬書5章第1到第2節，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咧現在所站立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嘅榮耀。經過第一步之後咧，唔需要我再去輸入其他嘢嘅。第二步嘅時候，佢會自己去建議，佢話：OK，你已經攞咗呢個羅馬書嘅經文，下一步嘅裏邊咧就係研究下上下文理啦，同埋當中嘅背景，跟住又每一個步驟同樣咧，佢會選取適合合用嘅工具啦。喺呢個第二個步驟裏邊咧，就選用咗一個工具，就係關於咧特別係選寫新約歷史背景一個工具。咁佢就開始去寫啦。喺回應二嗰度，佢就會講解當時候羅馬歷史嘅背景啦。例如羅馬教會嘅獨特處境，同埋早期嘅基督徒嘅掙扎啊。或者係猶太文化對理解羅馬書嘅幫助呢啲嘅背景嘅資料咧，其實都會好幫助我哋咧。唔係淨係話查一兩節經文，而係整體裏邊更加立體咧，對個經文有個嘅了解。去到第三步嘅時候，呢度又提出啦。OK，原來你已經係抽取咗經文啦，將嗰個嘅上下文理亦都咧嘅資料亦都去提取咗。最後咧，我哋去睇一睇究竟呢兩節雖然話係兩節經文，咁對於喺整體喺羅馬書1到第4章裏邊有啲咩關聯咧？哇，其實呢個相信咧對於資深嘅查經用者嚟講咧，呢個係其實相當重要，因為我哋知道唔係斷章取義去解一節或者兩節經文，而係咧需要喺上文下理，並且喺全書嘅裏邊咧睇到當中一啲嘅關聯。一路再去嘅時候咧，可能我未必喺呢個咁簡短，因為呢個簡介啊嘛，我未必喺一個咁簡短嘅錄影嘅裏邊咧講晒每一個步驟，但係咧想示範咧就係呢個工具咧，其實當你放下一個指示嘅時候，或者一個要求嘅時候，就好似呢度嘅要求去研讀羅馬書5章第1節，佢首先就會優化你嘅要求，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個計劃咧去產生一個計劃，然之後咧按住呢個計劃咧每一步咧去 monitor 住去睇住究竟佢係咪真係朝向呢個目標咧？係咪真係去整體做出一個好全面對呢個羅馬書第5章第1到第2節嘅深入一個研究咧？一步一步，每一步嘅裏邊提出一啲建議啦，每一步嘅裏邊選一個工具啦，並且咧放下咧適合嘅指示咧去運作呢個嘅回應。每一個回應咧，當去集中到去最後嘅時候咧，見到呢度係我哋睇緊第3個回應咧，係上下文理啦。第4個建議咧，其實係講緊咧，每一節嘅經文咧，羅馬書第5章第1節每一節，我想每一節都去理解一下喎。咁呢一度咧，亦都係每一節咧進行一個嘅解讀並且咧係有原文嘅釋經喺當中。我哋快少少睇到建議5啦。唔單止咧係逐節嘅原文釋經，呢一度咧更加提議咧去睇啲嘅題目神學嘅概念一啲嘅題目，例如呢度因信稱義，佢呢度話深入闡述因信稱義呢個神學嘅概念，跟住咧就揀選工具，同樣揀選工具俾指示，又作出一個嘅回應，因信稱義又有一個嘅一篇嘅資料嘅文章喺當中。建議6咧喺下一個概念啦，就係與神和好，即係喺不斷按照個需要咧，佢會提議一啲嘅題目，咁做一啲嘅深入嘅研究嘅查考。或者我再跳快少少啦，係咪？
去到第七個，去到藉住基督咧進入恩典啊！呢個神學概念係點咧？去到第七步已經呢度係有回應啦。我哋再睇往下少少，去到第八個建議。哦，好啦，根據初步計劃咧，下一個計劃，下一個步驟咧就係對探討對基督徒生活同埋教義嘅實際意義。咁你記得咧，其實佢呢啲咁嘅建議同埋呢啲咁嘅步驟計劃咧，其實係按照最初嗰個嘅研讀啊。計劃咧，係一步一步去執行出嚟，以至咧係好有系統去做出啊去收集一啲嘅資料咁樣做出呢個回應啦，實際嗰個嘅應用啦例如如何將經文同我日常嘅生活同埋個人嘅處境咧去做一個連結啊，或者係如何將呢段經文咧原則同埋咧教導咧應用喺我同埋神同埋他人嘅關係嘅當中。最後咧建議九咧就係話再去有其他嘅深入嘅查考啦咁樣樣，或者我喺呢度咧就未必會再逐一咁去一步一步去講啦。你見到其實佢繼續去到第十一個步驟咧，其實繼續咧係進行緊嘅。咁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就好似啲誒煮餸嘅節目咁樣啦，係咪？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其實佢會做一個總結嘅，或者我呢度俾大家睇下，呢個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呢個係我之前咧去已經叫佢處理咗一篇嘅研究咁佢最後咧會出一個嘅整體一個嘅報告。而呢個報告嘅裏邊咧，就係綜合晒上邊每一個步驟一啲嘅成果，以至出一份報告，以至可以咧讓讀者咧好快咁去一個全面嘅理解。咁點解我哋要話呢啲工具咧，其實可以幫助到我哋咧？第一，我哋要分清楚，唔係取代咗我哋查經啊。查經讀經咧係我哋個人嘅生命一啲嘅操練，呢個唔會取代嘅。取代嘅部分咧，其實只係幫助我哋有對喺查經嘅各方面嘅裏邊咧，俾我多啲嘅提議啦、建議啦、方向嘅指引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喺收集資料上邊有對我哋有幫助，但係咧喺查經同埋理解經文同埋喺默想嘅裏邊咧，其實係好在乎我哋個人嘅生命裏邊咧。唔係有資料係受，而係我哋咧需要去喺當中嘅裏邊咧下一啲嘅功夫同埋同神咧藉住經文同神去建立關係。咁所以咧，我哋分清楚，我哋唔係取代咗查經，而係咧喺搜集資料慳咗我哋時間之餘，咁變咗我哋啲時間就可以更加多喺專注喺屬靈嘅事情，或者係同神去建立關係，應用經文嘅裏邊，我哋變咗更加多時間去做服侍人嘅工作，喺教會嘅服侍嘅裏邊咧可以減低一啲搜集資料嘅過程嘅時間。可能你對於呢個系統可能仲有啲嘅疑問嘅喎，例如，咦咁佢每一步都提議晒，咁好似我好似冇乜主動性喎，去更改某一啲嘅細節，其實唔係嘅。喺呢個系統裏邊，頭先我示範俾你咧，係一個全自動一個嘅模式。我哋仲有一個模式咧，係叫拍檔嘅模式。每個拍檔模式嘅裏邊咧，喺每一步嘅裏邊咧，使用者即係你咧，你係可以去改動每一個嘅指引，去改動每一個喺個甚至我全個計劃係可以改動，選用工具亦都可以改動，變咗咧可以係整個嘅報告、整個嘅資料嘅裏邊咧係更加符合你個人嘅需要。好啊，今日我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咧呢份嘅禮物咧，如果對你有用嘅時候，都希望成為你嘅禮物，因為我已經將佢咧係免費放咗喺網上邊，大家咧係可以咧免費去下載，祝福大家。